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台湾受到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影响，咱讲今日新增加一个来到第23例哦，是和第19例死亡这个案例所围着的。咱讲第19到第23例，这个家族内这个传染真正是吼。惊这个疫情来摊开。另外要带大家来看讲哦，这个日本约克哈马这个港边船只公主号游览船隔开观察到今哦，已经14天的时间，这个染无病毒的旅客自早起开始就会使来落船。不过咱伫船顶哦有台湾的这个魔术师啦吼，伊话讲哦，日本检疫的这速度根本就是无够啦吼，致使伊也袂使来落船。不过咧有一个重点来啊，这个落船的旅客咧，日本政府竟然互因家己哦改善了，登去到厝，无过进一步来检疫。另外，咱嘛讲到日本即阵札幌这个院内有出现着感染的这个情势，对日本的防疫来讲，拢是一大浪棒啦。咱讲除了日本以外，香港嘛发生第二站治病过往的这个事件，就连这个南韩这边呢疫情嘛有变化。即透早，咱讲因国内就增加15个这个病例哦，大多数各种可能哦是去互共济人所围着的哈。啊，病院到单啦，嘛已经紧急来封锁着这个急诊室，佮所有的这个病院啦吼，嘛有可能就是咱所讲的这个院内这个感染。另外，咱要阁看到讲武汉肺炎上严重这个所在就是中国。本地咧，这个钟南山教授伊讲哦，这疫情会伫2月底来到上悬，3月底就会使来控制。但是咧，伊即阵阁解喙讲吼，这个武汉肺炎会拖到新历的4月尾啦吼，所以对全球的挑战也阁真济。尤其这个惊伫这个病毒吼，伫社会啦，伫人类社会，尤其伊可能阁会存在真久啦吼，所以预防下咧做的速度嘛真重要。今日咱台湾新界国际新焦点，要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关心。接顶，咱要邀请到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世界台湾医卫总会总会长，嘛是咱的监察委员张武修。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来邀请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来邀请到全教总理事长张锡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是哦，咱的理事长是这个客人吼，所以咱等下嘛是会当用所有这个语言来去做讨论啦吼。首先，咱来请教咱的这个委员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即阵，咱讲过去这个防疫头名，这个日本吼公卫系统应该是真健全，但是咱讲过去。咱有这个保平生好的这个经验伫咧啦吼，但是咱看这个选召公主号是安怎疫情会伫内底变做是一个海上的这个武汉咧？为什么即阵咱看咱其实咱讲咱台湾会使甲防疫做甲遮进步啦？但是咱今日嘛讲到另外一个例，就是讲新增加这个案例，是这个部分嘛是咱爱去注意的，是毋是？这个家族内这个部分已经拖到这个社区去啊。是，这个船吼，2礼拜前吼发现到内底有人感染嘛吼。迄阵啊，日本一个政策吼，这个政策就是讲，那既然安尼吼，所有的3000几人拢住船顶住嘛，船顶本来就是有人咧住，是，大下加迄个隔离，大下加保护就对啦吼。这个想法是对啦，但是实务上伊无去关心到讲，这个船内底大家生活的环境是共通的。哦，你去食物件，你细氧区啊，足侪通道是烧炭，伊个内底空调佫毋是完全隔离，无像讲病院一间一间拢计较真清楚啊。所以美国的顶级第一名的科学家。这2天就讲真可惜啦，因的想法吼无成功。内底足少的人开始有哪拖过，愈拖到400-500个吼。当然是日本人诶，徛伫即个民主，甲过去因国际上对因医疗的认可啦吼，感觉讲这无啥可能哪会安尼，所以。大家拢尊重啦，但是哦，这足艰苦的啦，就是讲日本今年要搁办奥运的吼，甲日本伫 WHO 内底嘛贡献足侪钱的吼，差不多2成作为会费拢伊咧交啦吼。美国甲日本的关系嘛真好啊，美国可能真紧就想要甲伊的遮的300几个人吼，算甲接对减轻伊的负担，但是。这个想法无一定日本政府好解决啦，所以我看这是安尼，拖2礼拜终于吼有哪解决，但是前几天美国就一部分甲带转去嘛吼，所以这个隔离的政策吼，虽然咱保平心啊，咱处理较好，因为大部分我们国人咱家己的人咱有
所有的机器哈检验设备拢伫现场咧帮忙吼，所以咱才有法做到这啦吼。我想是咱卫生部啊，陈部长吼，带这医疗人吼，伫迄个时阵吼，伫家人港吼，甲做了足好的啦。迄当阵咱讲。但是当部长来，伊讲咱拍赢这战啊，但是日本这战真正真歹战啊，尤其咱讲船顶也有这个也未检疫完成吼，现在这个检疫这个速度会较慢，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又搁喊卖港口外口黄色的公车陆续开入去停车场，要接泉州公主号的路船游客。当地将近11点会当看到乘客拖着行李，一个接一个行出港口。疫情严重的泉州公主号游轮，伫经过14天隔离了后，船顶检验病毒的结果正做阴性的人开始落船。头一天要护老大人、甲囡仔人先落船，当中要先放500人落船。厚生労働省は下船した人たちについて自宅などで通常の生活を送ってもらい、数日間は健康状態を電話で確認することにしています。日本厚生劳动省预估，到21号为止，会陆续毫无感染武汉肺炎的人落船。也毋过，若是同房间的乘客，其中有一个人去胃着肺炎，其他的人拢爱搁一摆隔离14天。この感染した確認された方が部屋を離れてから14日間はですね、船内に待機してもらうということを求められています。で乗員の多くの人たちはですね、実は外国人の人なんですね。で不安や疲労もですね増している方がかなり多くいらっしゃるという話もあります。で厚生労働省はクルーズ船の運航会社とですね協議しながらその希望者降ろしていくとかですね。各国的铁桥班机嘛开始去日本接人，南韩的总统专机返点了后，已经为日本出发，甲10名南韩民众甲1名日本家属带倒转去。伫早起6点半已经到南韩，这7个人会伫临川的设施隔24天。另外，加拿大的专机预估20号会到日本，甲无胃着肺炎的国民接倒转去，同款伫倒去了后，爱搁一摆隔离。若是落船的澳洲民众是同意伫暗头坐巴士到东京羽田机场，等待20号的国家铁桥班机转去。记者连续报道。咱讲21号，也是讲22号啦吼，这2天之间，这个咱台湾吼派这个专机来去接啦吼。不过咱讲这个台湾人的魔术师也搁伫头顶，今仔有这个3、4位这个咱讲台湾人吼已经落船啦吼，因先安搭伫这个日本东京这个所在吼，咱驻日代表处嘛去甲做接应啦吼。但是咱搁考虑到讲，这个防疫的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讲到，就是讲日本政府啦，即届吼，遮这个隔离14天，虽然伫船顶已经隔离完成啊，但是伊安尼放出来，是毋是另外一个人旁地？咱先来带大家讲，看讲全球的这个疫情上关注的，也伫这个除了这个中国以外，就是这个泉州公主号。咱讲即阵啊吼，已经来到500多名啦吼。咱有经历到这个图表，咱先看一下吼，泉州公主号目前已经来到542站这个案例啦吼。你看日本啊吼，即回咱讲即阵。札幌才嘛有出现着这个院内这个感染啦吼，真正是对过去咱讲对伊的这个工位真有信心的，即可能搁帮盘落去啊吼。另外呢，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就是讲吼，即回咱嘛看到新增加一个来到第23例啦吼，全国中国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吼是74092例啦，死亡的案例有2004例。咱头拄嘛讲到韩国的这个疫情嘛是继续咧清关当中啦吼，所以小连线咱讲伫这个东亚地区啦吼，韩国、日本小连线拢有这个社区感染，是讲疫来感染这个部分，都是咱台湾爱特别来警戒、特别来注意的这个所在。另外咧，继续要来带大家看讲，泉州公主号调病这个人数，甲各国这个这个行动到底是啥物？咱先来带大家看讲，这个船顶到底是有偌济人啊？船顶有2508名这个游客啦吼，有1063名这个工作人员。咱讲伫2月19号确诊的已经来到542例。在19号头一批无治着病这个乘客啦吼，会当落船来登去到厝。咱讲台湾有22个人，4名确诊的已经安排落船来去治疗，其他这个18个人吼，按算咱讲伫2月11号要由着华航的包机来接登去，伫台湾爱隔离14天吼，所以咱看到伫台湾伫遮吼，倒来。因遮个隔离14天，甲日本的做法是完全无相共哦。咱讲香港咧350人的2班包机啦吼，来甲接回，嘛是登去到厝吼，还阁隔离14日。咱讲韩国14天啦吼，嘛是派总统专机来去接登去。美国是早就已经先派这个专机来去接啊吼。所以自咱这个部分，咱看到日本防疫大闹高，是毋是自这个落船啦吼？因讲落船了后，直接甲送去车头。都互因放出去，
咱先搁请委员，安怎看讲，就是这个防疫的大浪胖会对日本防疫上会有啥物这个可能的影响？日本吼，因为伊直直对这个中国这个武汉的肺炎的这个疫情吼，是真低调啦吼，足迄落足客气的啦，足客气，敢若讲想讲若伤严吼，对中国可能啥物气毛质无好啊，吼，感觉无好，所以我感觉是这伤过客气啦，哦，无照迄个起工来做，啊，所以吼，伊直直是转职公司好是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讲伊无想讲你遮济人吼，无动用足济，因为约克哈嘛是离东京较远就是，有小可的距离。啊，伊迄所在基本上无啥物人，新的社区，所以伊的即个医疗的设备啊，东京迄边有其他所在来，甚至有法度到位，造成伊即个开始我头拄仔讲，伊的想法开始的策略就失败，想讲伊也是一个尊重甲隔离，结果。船顶佮互相佮拖，啊，所以这就无成功。啊，第二你即马了以后，免啊，互伊转去较日本，啊，转去其他国家吼。当然，其他国家大家拢甲接转去，这是真好的啦。但是，大家国家转去以后，因为遮个人吼，伫如做检查，啊，做体检吼。但是这体检是日本人做的，哦，检验是日本做的。啊，转来台湾，一定咱按台湾人去做，啊，再重新来评估伊的健康的情形，甲伊身体内底病毒量等等哦，这嘛是足了解的，所以一段一段啦。啊，但是日本即马社区的感染就已经嘛是有啊，哦，足侪计程车司机等等吼，所以我想日本即马头疼啦，真头疼，就是迄个东京奥运都念面要过来啊，要来啊咧，哦，啊你宣传上。那造成安尼，对伊足大影响。伊去拜到 WHO， 甲讲，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毋是讲嘴讲，是要靠证据。是有影啦吼，咱讲到即个日本这回，因为即个选召公主号啦吼，倒底有540件案例，即阵才查出来，啊有诶还袂做检疫啦吼，所以即个浪旁可能已经出现啦吼，啊如果甲即个民众吼，互因自行啦吼，改善，就落去船底啦吼，船下骹啦吼，咱讲其实。咱看到即个科贝大学吼，有一位即个教授，伊叫做伊瓦塔吼，Kentaro 啦吼，伊就是嘛是去船顶，但是是去用即个请落来啦吼。咱来看讲，咱所做的即个图表，伊安怎讲啊？伊讲吼，一般咱咧即个规划吼，爱讲分流啦吼，分流就是讲甲病患，还是讲甲无治着病即个人吼，爱甲做一下区别啦吼。啊，若是讲即个出入。有红区甲无着病，或者是绿区啦吼，啊，伫遮吼，伫选召公主号内底，伊所看的，就是集团拢是即个乱糟糟即个情形，根本毋知影倒位是安全，还是讲倒位是危险的即个所在吼。啊，伊看到情形，佫有啥呢？伊讲检疫人员啊，甲船员，佫有医疗小组的即个成员，根本就无穿着即个防护衣甲即个挂喙掩啦吼。咱讲即个科西罗多省的即个官员吼，嘛根本无信任。即个防疫专家吼，唔愿意听因的即个建议甲做法啦吼，啊尾啊，伊佫去互赶落船啦吼。伫感染学科，伊即个领域已经带20几冬啊啦吼，啊看过亲像即个非洲的伊波拉甲中国的 SARS 等等，但是即种即个感染症的危险是伊毋捌看过。咱讲目前即个伫徛家厝吼，即个隔离的即个14日，都爱防止传染即个学生甲即个厝内底的人吼，就是咱要继续来请教咱的即个研究员啦吼。咱看到即个选召公主号即个案例，咱讲过去有一个数字或者是 RO 值啦吼，迄个即个部分就是讲，比如讲咱迄当阵讲的是2.2，就是讲即个 RO 值若是2.2，等于是一个着病的人会当传互2.2个人吼。啊，一般即个 SARS 过去咱讲是2.5的即个部分，但是即阵咱看中国的即个案例，咱看。这个选召公主号的案例，可能这 RO 值已经超过这10几倍啊。根据吼，咱即摆的研究吼，即摆足侪研究拢有出来啊吼。啊，一寡流行病学的专家其实拢有咧讨论啦吼。啊，即摆最上紧、上早的即摆有一个案例，就是讲吼，美国的德州大学啦吼，迄教授其实都有讲过啊。伊根据吼安尼。结构上的研究吼，啊甲咱咧流行病学上的研究，即卖 RO 值吼，我即卖是讲去武汉肺炎病毒这吼，是上少要20倍啦。20倍，也就是讲吼，伊的 RO 值应该是要20甲40啦。吼，那即卖其实就是惊死人的啦。是吼，啊，这个其实这影响的层面是倒位，你知无？就是讲咱古早用的 SARS 的一寡
防疫的措施吼，咱拢是根据这个病人有得到伊的病症就出来啊，伊会发烧，伊会身体无力吼，啊伊会干咳，但是这个状况是根据伊发烧有这个症头出来，但是你即马吼，一寡研究有发现讲，其实无症头的人，啊伊嘛继续传染了。有啊，啊，这个其实在对防疫上面的咱的一寡努力吼，是可能是要个进一步去加强。针对这样的人，这部分的人，咱是怎么样做？譬如讲，这人若是无症状，但是伊有一寡接触史吼，咱就讲伊若古早有去中国有那个旅行，还是讲吼伊曾经有接触到一寡中国的人士吼，咱安尼来看，啊，这款这部分的人，其实嘛爱做所谓的检验。是。所以这种扩大检验的这种政策吼，其实咱卫福部吼部长吼，其实可能也要考虑进去啦。是。不然的话，以这个 RO 值这么高吼，以我们现在现有的措施，我是担心可能疫情上会不太容易控制的。无法度控制是。对，这加困难。是，所以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咱讲这个甲过去 SARS 的比较啦吼，嘛有研究指出啦吼，伊比过去这个 SARS 加差不多20倍啦吼。啊，关于这个新型这个冠状病毒到底有预防啥无？啊，其实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咧做啊吼。咱先来带大家看讲，啥这回这个新型的这个冠状病毒武汉肺炎会这么严重？咱先做来看。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继续伫传，累计总共有7万外的确诊个案，2000外例死亡。台湾是有22例确诊，1例死亡。美国科学家上新的研究发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甲人类的细胞受体结合，造成传染的能力相关会当达到 SARS 病毒的20倍。因为它跟这个受体的结合的能力比较强，亲和度比较高。所以这支病毒呢，很快就进入肺部细胞。那以前的 SARS 冠状病毒呢，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才进得去。这样会使得它在肺部的繁殖会变得很有效率。国内专家表示，过去 SARS 的感染者，敢若需要体检发烧的疑似病人，得当有效阻挡传播。啊，不过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有轻症，或者是无症状，要全面预防是无简单。互人上烦恼的是，冠状病毒可会引起细胞纤维化等等的后遗症。新型冠状病毒重症患者可能比 SARS 重症更加歹救。SARS 的肺部破坏呢，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肺部破坏其实相对上来讲，可能比较容易用药物来矫正啊。那如果单纯的病毒破坏占很大的比例的话呢，就比较难用药物矫正，所以这个整个肺部的发炎跟破坏就比较难治疗。专家强调讲，虽然有医界试采用抗伊波拉病毒的水滴洗胃药物，或者是艾滋病药啊加流感药物，还是讲康复者的血浆疗法等等，不离个伫临床面顶拢需要更较侪时间。具体做法爱加速疫苗研发，才会当有效压制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武汉肺炎。记者综合报道。咱讲这个 SARS 吼，比较这回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吼，致死率已经是豆豆来提升吼，比过去咱讲 SARS 啊，更较强几来10倍啦吼。咱看美国上新的这个研究啦吼，德州大学这个研究人员这个研究，咱讲吼，这个 SARS 甲新冠病毒有共款的为病毒提供生存环境的这个细胞受体，咱讲伊叫做这个血管收缩素啦吼，转化酶啦 ACE2 啦吼，亲像是这个催化剂共款。啊，新冠病毒比这个 SARS 这款这个转化酶 ACE2 这种结合性的这个 affinity 啦，亲和性吼，差不多加10倍至20倍啦。意思就是讲，这个新冠病毒较够人传人啦吼。所以咱讲过去咱有这个德州大学这个研究，咱讲台湾高端疫苗吼，啊嘛有甲这个美国国务院来合作做签约啦吼。其实咱要搁请教咱的研究员啦吼，其实伫咱的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内底。咱已经有咧做这个疫苗，也是讲这个预防下这个部分的这个退烧吼。你嘛有整理到一个图表吼，先互这个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就是讲咱过去咧做的时阵，有这个第1点甲第4点啦吼。啊，咱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吼，因直直叫人去这个治疗病人吼，先去关回来，用因的这个复原者这个血清啦吼，去研发到这个预防下，但是这有这个风险伫咧。咱台湾即阵咧做是做啥物？啊，甲中国所做的是无共款的所在伫倒位？哦 ，OK， 即马吼，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吼，即马咧做，其实阮即马是有分2部分啦吼。啊，根据吼伊的，咱会当开发的时间的长啊短的时间吼，咱做2个方向。
一方向就是要治疗的，另外一方向是预防的。是。啊，若要治疗的呢，因为治疗就是咱要看有法度吼，在治疗就是甲咱即马有病患吼，有法度从伊的足重的病症变做轻的病症。啊，这种治疗方法呢，你就看咱在这个一波疫情的时阵吼，紧来用着。啊，阮的做法就是安怎呢？即马吼，因为咱台湾吼，从以前就有咧做用马的用血浆啦，咱讲血清啦吼，啊吼来做伊的蛇毒的血清。啊，即马吼，迄就是讲咱若蛇毒若叫蛇吼，咱叫加着时阵吼，咱紧急时阵吼，会使往迄个马的血清直接拍入去，啊，就在减缓伊的病症啦。是。啊，所以咱这种方法吼，其实从日本迄阵开始就有啊。啊，伊即马嘛是符合咱即马所谓的 GMP 的管控制作出来，所以无伊的副作用，啊，伊效果就好诶。啊，即马就咱有这技术吼，所以咱即马就想讲吼，啊，无咱就甲即个武汉肺炎病毒吼，一个蛋白质吼，就 spike 啦吼。是。蛋白质呢，阮用这个方法呢，直接吼去拍迄马。拍了马了吼，伊的内底伊的血液内底就有对抗啊，咱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抗体在咧内底。一只马会使抽偌济？哦，咱一只马吼，上少会使抽差不多5公斤啦，5公斤一遍。是。啊，若5公斤一遍呢，根据伊的抗体的内底的例价，咱讲例价啦吼，目前是嘛预估是差不多一只马会差不多5000剂啦。啊，这5000剂敢讲有够用无？咱唔知影，因为这是看咱都那重症的时阵的人，吼，咱若5000人就代表5000剂会使使用，对不对？吼，但是呢，你若马匹咱若以后会资源愈多的时阵，咱去免疫马啊就愈多，啊，咱会使制作会出来的血清就愈多。是。啊，这种方法吼，会使吼，真紧的看会使咱的希望若是看5月、6月这个疫情的时候，咱会使给做出来。啊，伊利用 GMP 的方法来做治疗。这是治疗的方法。第二方法就是讲吼，咱是种预防的。因为毕竟咱这是做治疗。是。啊，那对咱即马咧讲，就是讲这武汉肺炎的疫苗病毒吼，咱唔知影什么时阵，这波疫情咱台湾挺过了。但是下一波若过来咧，要安怎？所以即马时阵吼，就咧考虑讲，啊，那预防型的药物是不是爱有？啊，即马吼，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吼，阮就做4项啦吼。第一就是阮就是做所谓的生态疫苗，伊就是甲伊个吼武汉肺炎的病毒内底的蛋白质吼，缩小的片段的蛋白质吼，直接去做那疫苗。所以这第期来当，这第期会使，因为伊这吼，阮叫生态时阵吼，伊是用人工合成的方式，真紧。伊通常是2个月到3个月，咱就会做出来。是啊，经过动物实验，搁1-2个月，其实咱嘛希望讲6个进前吼，物件才做出来。吼啊，测试也好过了，看会使直接用到咱人的身上去。是。这第一个，第二个吼，但是伊这是片段的，所以伊的预防是一时性的。是。但是咧，恁那边是讲咱的疫苗有当长期性的保护，所以咱即马就另外做叫做重组病毒疫苗，另外一个 DNA 疫苗，这2个是较全面性的啦，吼。啊，即马伊有效性嘛是会5年、10年、20年的方式安尼去做，因为咱这以后，咱即马若是这武汉病毒变成流感化的时阵，明年若过来，后年若过来时阵要安怎？咱才有这个预防针，咱有预防针能做啊。是。吼啊，另外第4种吼，就是讲咱这个人用的抗体。吼啊，这个吼其实这是从17年前吼，阮单位吼啊甲国防医学院基阵都咧合作，是讲要来保护 SARS 感染时阵，啊就找到这个叫人用的单株抗体。是。啊，这抗体呢本来的证明讲对 SARS 有效，啊，即马吼。咱即马武汉病毒呢，伊即马甲 SARS 其实要共，拢是这个 RNA 冠状病毒，伊拢是 RNA 这种病毒啦。啊，所以即马阮就去查讲伊的基因吼，去比对，就发现讲其实吼，这个抗体捌的所在吼，是 SARS 甲武汉肺炎病毒是同款所在。会代表讲安怎？伊对武汉肺炎病毒吼，嘛可能有效。是。所以即马阮就开始咧加紧咧研究讲吼。
这个抗体吼有效无效？啊那嘛是要紧进入所谓临床试验啊，有了。咱即马抗体就有啊，所以等于另外一种的治疗药就出来啊。好，所以根据这4种方法啦，我们就是从也治疗的啊，甲预防的短期、中期、长期全部一网打尽。是。为了预防这个疫情，我们必须按呢去来走了。所以咱讲这个生态，还是讲这个人用的这个抗体啦吼，一短期来差不多5-6月进前吼，一定爱有这个先做出来，会当用伫这个治疗这个方式啦。咱讲这个第19例，这个厝内吼，因有接触过人，先甲拍起来，这种这个预防这个效果才好多出来啦吼。啊，那长期来讲，咱都讲到这个电阻这个病毒这个预防下，是讲 DNA 吼，透过这个这个电阻的这个方式啦吼，就是互伊这个制作的方式较无共，啊用伫较全面性的。若是讲真正是像流感，一年拢来，咱都这个预防下通好做。但是咱讲这个病毒啥遮尔啊搞怪，有一个部分啦吼，是指向是这个生化症的这个部分啦。咱去看一这个报告嘛，有讲吼，其实伊这个基因这个排序啦吼，其实拢是有人去加工出来啦吼。咱请委员。因为 SARS 以后吼，中国的对于蝙蝠的研究就足济啦，因足济种蝙蝠啦，啊一部分特殊的蝙蝠内底就是带这个 SARS 迄个病毒啦吼，啊这届新型佫是含迄个八成相近啦吼，啊所以因过去中国大陆武汉因因国家的研究室本来就留足济这病毒的库存啦，冰伫内底啦吼。啊，过去即几工足侪新闻啊咧报道讲，因过去捌发生一寡意外嘛，吼，伊个工作人员的污染啊等等啦吼。啊，所以是毋是因为人为即个疏失吼，意外造成吼走去人群内底吼？但即个可能是真悬，但是上确定就是讲，这是新型一个病毒。啊，这个病毒甲 SARS 佫无完全共款，吼，这真麻烦吼。啊，即马差不多1个月外来，大家知影讲，哇，这个病毒对人哦，足够黏伫人的啦吼。但是伊甲含 SARS 无共款呢 ，SARS 足侪人会死去。啊，你人若死去，你就袂断。但这个佫有诶袂死。无镜头的。无死，啊佫会断。是。啊佫留迄个真高留伫身躯内底。哇，啊所以这个。情形真麻烦，就是讲一个人一定接触足侪人。你头仔讲亚值嘛吼，啊若足悬表示一个人传足侪人的吼。啊有个人若无症状，啊伊毋知当时会发起来，哇！这嘛是真严重的代志吼。头拄来讲是变做季节性流感吼，抑搁一个咱。也毋知伊是毋是季节性，比如讲咱台湾的流感吼，过去拢知影讲冬天较济，但是旧年来看流感热天抑搁一个，我2波呢吼，毋是概念。啊，这个冠状武汉肺炎的冠状病毒产生的流行的情形，是毋是甲温度必然有关系？比如讲较寒才会，即摆咱毋知嘛吼，伊是11、12月开始啊，但是11、12月武汉是足寒的啦吼。啊，以前咧，但是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讲，是毋是会无共款？这即马吼是科学上、医学上真爱需要去了解啊。但是忽然间走一个全新的病毒出来吼，对咱拢无抗体啦，拢完全无抵抗力啊。对人群来讲，对人群来讲吼，族群来讲是足大的挑战啊。所以咱讲到这个中国有可能是，咱讲头拄这个可能是加工出来，用这个人命来换这个抗体啦嘛，有是种这个讲法的。当然这即摆就是世界各国大家拢咧问这个问题，就是讲这是若是讲是自然的动物啊，蝙蝠啊走出来，还是讲你真的去食蝙蝠走出来？敢会造成这个情形？因为咱看是啊，啊，真济国家有食蝙蝠吼，但是伊延误疫情是足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啊。伊11月的理论上已经有一部分人传人伫武汉，迄阵啊差不多几百个人啦，但是爆发出来所谓爆发就是外口知影已经到12月底。李文亮医生是12月30讲出来，啊，伊讲出来一定是足济以后才讲出来嘛，吼，表示病院内底足济一款患者嘛，啊，佮拖到1月20号，徐先生才佮讲出来，这几落站哦，直直风，敢若讲你火哦咧烧吼，直直甲砍啦，砍拢袂起来以后，哇，啊，规个灶骹拢烧去啊，已经袂赴啊，这就造成大家拢无时间去准备这，啊，佮共拖，啊，佮是新型的。啊，所以这代志相爱互见咧。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咱讲
真正伊若是这个加工的这个部分，若是讲已经烧炭开，这个疫情这个暗砍袂掉这个部分啊，拢有两层的意义。一个就是讲，我这个物件若是加工啊，对中国国内到底是影响是啥物？啊，你要拖到全球影响是啥物？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咧甲伊拼时间啦吼，这个预防车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甲做出来吼。咱台湾咧做排比的时阵吼，伫咧预防车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头名的啦吼。排到头前了。其实讲吼，咱从日本时代开始吼，就对这个传染病吼，拢开始有一个研究了。从古早时的天花，甲肺结核，甲即马的登革热，吼啊，直接即马流行病毒，啊，甲即马的武汉肺炎。其实咱吼有研究出所谓一套能量啦，这个研究从病毒的方法、公共卫生的方法，吼，其实拢有出来。啊，其实咱若讲假使讲要比吼，其实我讲啦，种各有千秋啦。但是我会使讲的是，甲咱台湾的咱的医疗吼，甲研究的能量吼，我讲实在话，足扎实的。是。因为咱上好上顶尖的人去做医生，对不？去做研究的。是。啊，即种啦，即摆人。在入去内底实验室，也是要在医疗体系内底，其实拢有发挥的所长。啊，过来就是讲，咱政府吼，其实拢每年拢有很大笔的预算吼的经费去支援这啦。所以其实咱来比如我讲一个例就好啊，咱应该大家拢知影，咱肠病毒71型疫苗，迄项做的，全世界第一项做的是咱阮的国家卫生研究，咱头一个做的。嘿，咱头一个做，啊，为虾米讲啦？即摆台湾拢讲是中国迄边做上，毋是，咱因为咱着人权的问题，所以咱要做临床试验，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时阵，好考虑再三，结果第二检测再检测，伊毋是哦，因是若要做成直接着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都人体实验嘛，直接人体实验啦。所以这讲这就是人权的概念较无共啦。但是咱即摆咱嘛第三期拢做了啊，吼，所以其实。真紧，咱肠病毒71型疫苗就出来。所以我就讲这个来甲你讲，咱这咱本土，咱家己的科学家、咱的研究人员家己做出来。是，所以咱这个能量应该是真充足啦吼。对对。啊，头拄这个研究嘛有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肠仔病毒啦吼。其实毋若敢若新型冠状病毒啦吼，啊，其实肠仔病毒还是讲流行性感冒，伫咧即站也搁当伫清。尤其咱讲吼，后礼拜特别开学啦吼。这个开学所有这准备，坐这个老师吼，我这个老师的朋友，因就传讲吼，其实啊是讲教育部啦，是讲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教育局。其实，因为这个政策有当时啊变来变去，因讲有发一个版本，啊，即阵搁发一个版本，互因这个老师啊嘛毋知要安怎整合啦啊，所以这个家长嘛惊吓咱理事长有听过安尼情形无？是啊，即马上主要就是讲资讯都很片段譬如讲我即马手头这边台北市有一个防疫教育及工作守则2月3号出来的啊，新竹市是2月6号，啊，台南这个2月18号，啊，譬如台北市甲台南市对于进入学校体量体温几度伊个讲法就无共。台北市讲37.5度爱隔离，台南市讲38度爱隔离。啊，今仔日是教育部发一个公文，是讲耳温38度隔离，耳温37.5，额头37.5，啊，这个耳孔的这个38度，就安尼，就是讲上好是教育部统一一个 SOP 学校啦。其实学校从 SARS 啊、肠病毒啦、流感啦学校对于这个防疫工作其实是很有经验的。上主要就是讲今嘛新型的一个武汉肺炎来的时阵你在防疫的 SOP 上有什么差异？爱有一个统一的 SOP。尤其今嘛像讲台北市有一个停课标准，不过伊个停课标准是 SARS 期间的迄阵的停课标准。甲即阵的时机都无共样。即嘛时机无共不过即嘛教育部无一个版本出来大家就唔知影讲万一真的有一个疑似或确诊的时阵学校要安怎处理？即嘛学校烦恼的是即种的代志啦。所以教育部应该是较紧的有一个 SOP。
过来就是讲吼，即马足侪资讯啊，比如讲有一个教授讲，学生座位距离哦，上好是1.8公尺以上。这可能一个教室内底敢摆这个高的座位。这里国中小一个班30个来讲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哦，譬如讲说要这个分批下课哦，啊，伫国中小学嘛，无可能安尼走啦。哦，就这种的资讯哦，上好是讲吼，有国家吼统一来告诉大家，好，才不会造成就是讲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好，有诶，这些资讯流来流去吼，变成说啊，唔知影要安那，吼，下才是最好最适当的啦。所以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咱讲2月25啦，吼，就是讲高中以下真正要开学啊，啊，大家拢动起来。头拄仔咱嘛讲着吼，这个下头的温度若是37.5度，还是讲耳孔这个量这个温度的时阵是38度，就算发烧。在学校都有这个统一这个标准，这步是好的，但是有侪专家建议讲哦，那是开学以后唔通做伙下课啦吼。啊，这休困的这个时间爱调整啊，但是一个学校还是讲一个家长，伊有这2个后生，伊这个下课的时间无法度配合，到底是要安怎咧吼？但是讲这就是要减少风险啦，但是减少风险安怎减少着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也好，还是讲家长因这个调整也好啦吼，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武汉肺炎影响全台，然后开学，对2月25就要开学，各县市对学生发烧标准无同，量体温的方法嘛无同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8统一检查温度，遐房间定37.5度，遐房间38度，若是有发烧，应该暂停上课去看医生。主要是额温枪，它是测表面的皮肤哦，所以它这个也会有比较温度会比较低，那当然也有可能比较不准，所以如果说用来筛检是 OK 的哦，但是测出如果说是发烧的话，那可能还要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耳温枪再来测试。大讲话学院建议，开学了后，老师甲学生的距离应该爱变短，也就是伫教室内底，互学生甲学生爱隔开上无1.8公尺，互全学校分配下课，该停止室内的大型活动，甲有身体吸着运动。到校园里面就要加强社会的互动的距离，篮球、足球之类的。那这种活动呢？在可能的时候就要重新调整。学者表示，要调整上下课的方式甲空间，伫学校嘛莫斗阵食共一物件，用共一器材，手莫直接帮食的，便当起用完爱随去洗。每一节课下课了后，大椅仔嘛进行消毒，该定洗手。若是感觉会热会寒，或者是有气味，表示室内环境出问题，保持通风都变加真重要。开窗通风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是因为它在1分钟就可以把你的空气全部换成室外空气。避免群组感染，教育部决定高中1以下，然后2礼拜开学。对开学时间，敢有可能搁再延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目前暂时无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开学真正是对台湾防疫另外一个挑战啊！吼，真侪这个开学进程，真侪行政人员已经来到这个学校内底去做这个清理这个动作啦！吼，啊，咱嘛讲到因真正是真辛苦，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一定要有这个所谓这个 SOP 来去，互这个学校来去好好来去做这个定时的来教步来啦！吼，咱先来看讲，侪人吼对这个防疫准备甲建议到底是啥？咱先来看到这个环保署这个部分啦！吼，咱讲环保署哦，伊就先。伫这个全国4000间这个学校的这个边啊啦吼，1楼开放着空间来消毒，尤其是咧这个佚佗的这个囡仔耍的这个所在啦吼，啊洗手的这个所在，也是讲便所间，也是讲座位啊吼，较高这个接触的这个所在啦吼。另外咧，这是大专院校啦吼，家己春秋找家己合格这个清洁业者来去做消毒的这个工作。咱头拄嘛讲到啦吼，建议。将这个发烧的这个定义，咱头拄嘛讲到，已经即马是这个教育部吼定伫37.5度啦吼，这是这个下头这个温度。啊，你是讲耳孔的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讲过是38度。啊，教室的这个座位啦，1.8公尺以上，但是咱头拄讲，这个若是要因应着大家学校这个一班啊，可能有20个至30个这个学生啦吼，这个教室根本就是坐不落去啦吼。啊，学校嘛爱分配来下课来休困。另外咧，这个台大环境这边健康研究所这个副教授
这个部分哦，伊嘛有讲到吼，自然通风的这条件，1分钟就会使，互这个室内底空气吼会当换气啦吼。建议教室内至少每20分钟开窗门，这个1到3分钟。另外，咱看到这个婚姻关的这个教育处是讲，逐间学校准备4公升的这个酒精、洗手精啦吼，也是讲杀蚊，也是讲来做这个消毒这个部分。另外咧，台中市教育局是讲，这个家长接送区啦吼，爱扩大5至8公尺啦吼，片面扔掉这个距离啦吼，到这个动线，互伊这个分流。咱讲到台南市这部分呢，是这个开学这个班亲会哦，用到社群媒体来去做沟通啦吼。啊，另外咧，高雄市的这个教育局是嘛设立这个隔离的这个等待区啦吼。啊，咧校内若是讲有发烧，还是讲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镜头嘛挂喙罨啦吼。啊，有另外这个空间，互伊这个离校啦吼。啊，其实咱这个专教总监嘛有看到另外这个情形有可能发生。若是讲真正量这体温，还是讲下头这个温度是37.5，耳孔的温度是38度，啊，这个学生伫遮伊要去倒，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若是联络袂到，这个学生是要安怎处理？咱嘛有看到这款的这个情形。是哦，即马就是讲，如果说就是学生有发烧啦，其实学校过去的经验都会准备一个空间去做隔离。比较麻烦的是说要求要家长要带回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足侪家长你囡仔上来学校要联络联络不到，联络不到了哈。联络不到就只有等学生就一直等到下课。问题就是讲下课时阵，你可能是去安亲班啊，也是讲跟同学一起走啊。那万一真的是有感染的时候，也就是另外一个感染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有影啦吼，所以咱讲除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以外，这个咱头拄仔讲到，这个流行期间也佫有这个肠仔病毒，也佫有流行性这个感冒啦吼。所以咱佫请委员来看吼，其实咱安尼讲这个防疫体系，即马甲挡到即阵是23例啦吼。咱即阵也无看到这个部分，因为咱延前开学啊，这大学嘛是共款啊，甲3月初2啦吼。所以这个开学以后是一个大准备，咱教育部还是讲其他防疫这个部分，也佫有啥物较欠缺的这个所在。当初延长这个，我是感觉这个政策是对啦。其他国家甚至也较久，新加坡应该也较久。所以咱慢一撮较对啦。咱的疫情嘛，咧迄阵嘛咧看讲，咱是毋是一时木起来？还好，加在拢伫咧控制较真低的所在吼。所以我感觉这个政策是对，但是你即摆开学开始啦吼。像有个国家，中国大陆因着配套足侪用视讯嘛，伫拄厝的上课，看电视台吼，所以若公司要做一寡电视的教学，我感觉嘛足好诶，伊设备拢有嘛吼，尽量用这个方式吼。但是家长的部分真麻烦啦，因为你家长要上班啊，若是囡仔有问题发烧，等去厝，家长总是爱来吼，虽然暂时可能保健室内底，总是爱带倒转去嘛吼，所以一部分嘛是爱互家长有一个。迄个照顾囡仔的假期，无你甲迄个讲无薪水，伊就无都照顾伊囡仔。而且我感觉安亲班是一个重点。安亲班的环境比校还较歹，足细微的吼。伫咧等甲爸母下班以后7、8点才带转去，我囡仔吼嘛真忝嘛，所以我感觉即个劳动部劳动部这边嘛爱考虑，若是讲囡仔有即个情形吼。家长这个上班的部分，有一个宽松，这大概过2、3礼拜过去，都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啦吼。所以毋是永久，有个人讲要请病假，爱去病院开这个医疗诊断，这安尼无法度。你即摆囡仔小发烧，带去病院吼，做医疗诊断吼，病院也挡袂掉啦。而且这囡仔暴露伫病院校护也是讲家长要带囡仔去病院，这嘛真无方便。所以我感觉伫这个特别的情形，大概要有一个弹性，教育部甲劳动部要尽量有一个弹性。抑个一个，咱即摆看台湾发生的2、3例吼，因开始无爽快时，拢是喂诊所先去。有影。有诶去药房摕药啊，有诶喂诊所，几落有诊所的经验。迄个健保署真好啦吼，伊甲喂武汉啊，倒位转来的人吼，迄个移民署里边对。但是伊个囡仔无啊，比如讲因爸爸为中国转来吼，因爸爸若去健保吼，迄个医生看有啊，但是伊囡仔无啊。但是若是爸爸传落囡仔，
囡仔若发烧去诊所，根本看无嘛。所以理论上健保署会当进一步去做，甲因全家，因为你健保囡仔的保险一定含爸爸妈妈连做伙嘛，吼。所以你若共一个家庭的人，你嘛会当进一步。去了解讲，这个囡仔吼，伊若发烧，血统若发烧吼，是毋是有可能是为家长传来？吼，毋是其他社区。我感觉这个部分，会当行政院真紧去研究吼，安尼咱的网吼，会当搁进一步啦，进一步吼。所以我感觉讲诊所的部分，咱因为吼，咱嘛无希望讲小可发烧的啥，就走去大病院啊。咱再来讲分流。所以有的国家讲，啊，你要尽量诊所，你即摆爱鼓励诊所吼，鼓励遮诊，因为你的风险减少。啊，伫学校附近社区吼，拢嘛有一寡诊所，这诊所。即个当然是无快筛啦吼，但是因的这医生、护士的智慧啊，迄个经验较有够啊，会当互个别家庭的囡仔吼较好的照顾。我是感觉讲，若是讲还可以做这个部分吼，我想伫即嘛这全民皆兵啦，大家拢咧准备未来2礼拜，囡仔去读书以后，不要有再新的。你想看嘛？即嘛这个第19日是因为吼，伊去台中。机场接人，伊若万伊毋是去台中机场接人，伊是伫中华拍照尔，毋是机场，你找无讲伊到底什么人甲念？迄阵啊，咱就愈紧张嘛，迄是加在咱讲伊是定来去机场接人吼，啊想啊无，若是讲一个囡仔伫中华地区，我凊彩讲咧吼，袂使讲特别讲中华，就是讲囡仔若忽然讲发烧，啊拢找无啊，因爸爸妈妈也无啊，迄个时阵。咱会足紧张的，会足紧张的。社区感染就变做真的，你找无源头嘛。是，所以咱拄则这个咱的委员有讲啦吼，有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讲，咱过去咧讲的这个防疫假期吼，自这个2月初10本早开学到2月24，然后有的人有这个公司，亲像这个银行吼，有这个专心这个部分，也是讲这个其他行号啦嘛，有半薪，啊有的是准假，无互你这个薪水啦吼。但是伫开学，若是你的囡仔有状况，是毋是伫这个部分会当甲放较宽松的吼。另外咱讲这个假期这个部分吼，可能是爱去请病假这个部分吼。其实这个教育部因嘛有讲着吼，就是讲这回若是因为这个病部分吼，伊的这个出发室的部分唔免甲列做是迄个部分啊。所以这点应该是当做肯定，但是咱这个委员嘛有讲到一点嘛是互这个健保署也是讲其他这个部分去做参考，就是讲健保卡这个部分啊吼，标注这个囡仔。这个厝内底的人到底是家族有去过倒位啦吼，所以这对咱这个防疫准备头顶嘛有真重要这个部分啦吼。继续咱要过来请教咱的研究员啦吼，就是讲咱头拄嘛一直讲到，这当下病毒、流行病毒啦吼，就是这回真关键。咱讲过去伫咧流行性病毒，流行感冒，伫咧这回已经伫顶礼拜有15个案例死亡吼，所以比起这个武汉肺炎，更加爱重要的是这个部分啦吼。所以有啥物部分爱特别注意建议的无？即摆是因为咱即摆应该吼，开始大家有咧注意讲吼，普通即摆武汉肺炎病毒咧感染是，但是呢，因为伊的症状吼，加咱即摆流感的病毒引起的症状，其实吼要降。所以吼，足侪人就是讲啊，我其实是感冒，我是流行病毒感染尔，我譬如说，我若去筛检，我发现，我这是流行病毒感染，是毋是爱搁去另外搁一个方法？伊若有可能有第2个种病毒嘛感染着。其实这个部分呢，咱的卫福部咧筛检的系统哦，其实爱考虑一下。是。因为即摆吼，伊的症状要降，你若要无分开吼，就是你咧注意时阵吼，我是确定是流行病毒感染，但是你无搁注意下一步再检查时阵吼。通常这部分的人要安怎？其实这嘛是危险的吼。是。第2个部分，即马就是讲吼，若是讲2个拢有着时阵，是毋是疫情的加重？咱要哪做治疗？其实即马医界即马用法就是，流行病毒感染因为即马有药啊，所以咱即马马上投予。但是呢，若是伊的症状无够好转时阵。迄阵就马上我讲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根据安尼同药时阵吼，若要疫情无也病症无较好时阵，是毋是马上来个做另外的检测？是，吼，
其实这个方法就是讲，咱应该都纳入卫福部因咧考虑所谓的筛检的时阵，一个备案，我是感觉这是蛮重要的啦。方案来较济啦，继续请教委员啦吼。因为今年这个冬天发现这个代志过去咱政府咧鼓励大家做流感疫苗讲价是袂歹，这几年已经做甲真好啦。但是咱因为经济甲民众，因为你政府也买伤济伊个民众就无要拍就浪费啊嘛所以即摆是拍到差不多25%拍的民众会去拍。但是有个国家英国啦、荷兰，因拢讲30到40%。我是感觉讲今年是足好的时阵，因为大家民众即摆照顾家己意愿足悬的你看为着个口罩安尼排队足多的应该利用机会今年较差不多热天以后，这个冬天的流感疫苗是大量这个网上比如讲会加3.5以后因为咱所在伫公共卫生来讲，疫苗开1块赚7块等来，全世界足少一个公共政策会当安尼，是咱倒位谈的，因为袂得肺炎，袂死去啊。是疫苗是所有的医疗内底大家感觉是上达本的啦，就是一本万利啦。所以我是感觉若会当考虑今年下半年新的疫苗，流感疫苗出来的时阵尽量互民众来拍。是啦，所以就是讲，趁着这个事件，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咱嘛趁着一个观念，就是讲，这个保护家己，嘛是讲照顾规个咱这个公共卫生这个体系才对啦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理事长啦其实咱头拄仔讲啊济，这个防疫期间也是讲这个爱安怎做，也是讲咱头拄仔这个委员嘛有建议着就是讲2月25日开始啦这个学生啊，伊若是有爱需要这个请假的部分，家长遮这个咱这个其他的部会，也佫会当安怎去甲运用咧？亲像讲这个咱头拄仔进前所提倡的这个防疫这个照顾假期这个部分若是讲伫疫情也无法度像这个中国疫情也无法度收煞继续影响到咱这个台湾的时阵，咱要安怎去做运用咧？我想讲上主要这个防疫照顾者本来就是讲到2月24号嘛以后开学以后若是讲学校通知讲你囡仔有发烧叫家长带转去即马即个嘛应该是讲算讲防疫照顾者，即马时阵应该是讲劳动部还是行政院应该爱通知所有的企业就这种情形你爱互这个劳工有一个防疫照顾者袂使讲算袂讲2月24开始了就无啊啦，有影啦所以这部分可能这个劳动部还是讲这个教育部遮爱搁去做一寡这个整合啦这个其他部会这个部分嘛是爱去搁做一寡整合啦，尤其咱讲这个疫情啦除了这个日本也是韩国以外这个咱较小我这个国家其实嘛有这个南山的这个个案出现啦也是讲社区感染、社区传播这个部分对台湾的影响是啥其实咱拢是搁去特别注意最后咱搁请教咱3位来宾上简单来做一寡这个结论啦就是讲对着这回这个武汉肺炎啦咱面卡这个疫情咱袂惊，咱上惊的就是迄个无面卡这个部分，咱安怎搁去甲防咧？即个对于台湾来讲民众是足好的学习的机会。中国遮尔严重遮侪人咱搁伫上边咱其实上危险啦。但是甲即摆来讲，咱搁算讲做较足好的啦。卫生部大家足侪医疗人员安尼无眠无日加班，实在是讲真甘心啦但是即个内底咱付出也袂少大家排队等等所以民众照顾家己的即个经验甲即个。有决心想要家己的健康照顾好势这是足好的学习经验当然是无方便，但是伊这无方便造成大家有新的学习照顾家己甲政府合作，公共卫生加强，社区的自我照顾隔离。我感觉这款经验你普通时也无啦，你无可能政府叫大家去做这款代志。但是即摆大家伫台湾来讲，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有这个机会来讲，咱。大家社区的精神，大家来个照顾家己，照顾咱的家人、家族甲这个社会是足好的一个代志。我感觉讲，这个代志若到6、7月过去以后，规个咱的整体来检讨，咱内底
学到什么，应该这真重要。所以讲，这个公共卫生的成本是袂当省的，然后莫亲像日本安尼过去吼，讲不爱动就不爱动。咱这回咱看到这个防疫这个体系真好啦吼，但是咱这阵要拼就是讲，这个拼有法度这个预防性的部分吼，大家搁安心一寡啦吼。我即摆要讲就是讲吼，就咱头拄讨，包括咱监察委员吼，张监察委员的讨论吼，甲主持人吼来讨论吼。其实咱即摆咱上重要应该是讲，比如说预防针，流感的预防针会拍，即摆紧去拍。有影啦吼。这即摆降低咱即摆肺炎感染嘛。是。这第二个，爱对咱台湾吼，研究甲医疗体系爱有信心啦。卖别人讲啥，咱就紧张甲要死啦，安尼吼。啊，第三就是讲吼，咱家己自我防御啦，就是讲你空旷的所在，啊，你也无出国，你也无接触过疫区的人吼，你会使免戴口罩不要紧，但是你若人密闭的空间，你就戴啊，勤洗手哦，酒精啊，戴口罩，防护自己也防护别人。有影啦吼，所以咱控制疫情控制了真好啦吼，所以这开学准备嘛是大家做交温就好啦吼。感谢3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